今天来到一个唐人街的百年老店，有很多东西啊，玉器这些小件的，大家可以截屏。他的货太多了，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排。这一桌子，这个桌子上的是比较成色好一点的，还有纸扎壶、竹筒，还有翡翠摆件，一些瓷器、瓷瓶。这个是瓷母。 你都用到我哪样吧？手错。哎，一些玉器，印章。有狠心再多講一遍，蒼天不計恨怨，痴心愛你亦難言，分開。